喺做金錢靈氣集體療癒之前，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如果聽日大家就會收到8萬蚊，你會有咩感覺呢？你會覺得有正面嘅情緒，你會有懷疑，你會唔信任，定係你會想拒絕，或者係有其他負面嘅情緒出現呢？其實金錢同我哋嘅價值係息息相關嘅。當我哋覺得某個層面我哋有一定嘅價值嘅時候，我哋就會吸引嗰個層面嘅金錢入嚟。而呢個價值正正就係我哋由內心由心而發嘅自信心，所以當我哋處理咗我哋嘅內在嘅問題，其實我哋嘅外在環境亦都會因此而作出改變，金錢亦都會更加容易咁吸引翻嚟。所以無論係接受自己定係覺得自己好好，或者係好中意自己，其實都同金錢係有關係嘅。好，咁而家我哋就揾一個舒適嘅地方，揾一個寧靜嘅地方去做我哋金錢嘅靈氣。大家一齊慢慢吸深個三個深呼吸。好，而家我邀請大天使米高去設立一個神聖嘅空間，去為大家建立一個保護網。然後邀請大家嘅高我去為大家接收我哋今日嘅公益金錢集體療癒靈氣。首先，我哋會為大家清理咗對金錢嘅障礙，一啲匱乏同不安嘅感覺，一啲框架。我哋慢慢咁放鬆，將身體嘅不適，將一啲小情緒、一啲負面嘅念頭，都將佢好似泡沫咁清理，然後有流水為大家沖走。接落嚟，我哋會加入金錢嘅靈氣，以豐盛為主，增加金錢嘅能量，帶有熱情，慢慢想像金粉由頭頂灑落，呢個金粉畀你嘅感覺好似海洋咁，好舒服，舒服得嚟好溫暖，好安全。同時之間有個金錢瀑布，將大家內在嘅金錢磁鐵沖洗、清理、補給，慢慢放鬆，感受有個金色嘅保護罩，係一個金錢嘅保護罩。慢慢放鬆喺太陽輪嘅位置，再打入金錢嘅符號，最後5秒，5、4、3、2、大家慢慢可以翻返嚟，慢慢都切斷。今日嘅公益集體療癒係咁多啦。